蘭芳園係香港其中一間極具歷史性嘅茶餐廳品牌，由1952年開業，最為人熟悉嘅就係佢哋嘅絲襪奶茶啦。據講絲襪奶茶更加係由第二代嘅老闆林俊業嘅爸爸發明添。佢初沖咧用單一嘅茶葉咧，佢覺得咧唔好味啊，即係好薄嘅啲茶葉咁樣。咁佢後尾諗下，好唔好用即係人哋送俾佢啲茶葉，按個比例去做混合咗。點知佢飲完之後，佢覺得好好飲喎，覺得即係好豐富啊個茶味。即係呢個係一個我哋絲襪奶茶最基礎嘅嗰個根基嚟㗎。至於點解叫絲襪奶茶，連香港旅遊發展局嘅官網介紹都話係同絲襪有關，但原來真相係同絲襪一啲關係都冇。以前咧啲茶葉好輕㗎，沖咗熱水咧啲茶葉就膨脹啊浮起咧，咁喺個煲嗰度啊瀉晒出嚟。咁後尾咧就揾個布袋咁啊箍住佢喺入面，等佢走唔到出嚟。咁初咧咁佢話咧就用棉蠟入面嗰浸理，佢話咧連啲絲都透唔過嘅，咁所以啲茶葉唔會走到出嚟。但係嗰個茶袋咧本身係白色㗎嘛，咁但係你落咗啲奶茶落去之後咧就變咗啡色啦。咁啲人咧嗰陣時40-50年代唔知道絲襪係咩，聽講過啫，即係咁嘅顏色啫，咁啲人就以為係絲襪，咁啊嗌咗呢個名，講下，咁就幾十年。由一杯絲襪奶茶開始，蘭芳園仲帶起咗鴛鴦呢一款飲品。去到第二代經營嘅時候，亦都帶起咗雞扒撈丁呢一種食法。幾款由蘭芳園帶起嘅食物，唔單止係為蘭芳園帶嚟可觀嘅收入，仲令到香港多咗一份帶標誌性嘅味道，成為好多遊客別道別市嘅香港象徵。嗱，以前國內嘅最多，台灣嘅多，依家咧就韓國多，佢哋嚟到香港都係會欣賞嘅。對我哋杯香港嘅奶茶，我都覺得係可以嘅。咁你話蘭芳園代唔代表香港咧？我相信就冇咁誇張嘅。不過一個問題就話佢係歷史悠久，咁佢啲人又對我哋有信心咁解嘅啫。將來仲要睇點樣做落去嘅。香港其實好多做得叻過我哋嘅，最至自己盡力啦。我覺得，最至我都希望蘭芳園，我希望我自己會見到蘭芳園100週年。你又鍾唔鍾意飲港式奶茶呢？不妨留言話俾我哋知啊！